咦，卡尼，咩事？皮膚嚟得咁多嘅？梗係啦，因為我飲咗水。你知唔知咩嚟？係唔係就係呢部機啊？咦，俾你識穿咗添，係佢啊！保留咗鉀、鎂、鈉、鈣呢4種最大嘅礦物質，仲有電解水功能添。所以咧，令到我身體好咗之外，仲可以幫我哋眼。哇，真係好神奇喎！咁佢仲有咩功能啊？嗱，你都知啦，pH 值咧有分酸性、鹼性㗎嘛。咁而呢一度咧，直情係可以直接校個 pH 度數。咁呢個 pH 度數咧就可以，譬如話我而家想護膚啦，跟住我就可以校酸性嘅 pH 值。咁酸性 pH 咧就可以直情做埋爽膚水功能添。咁呢個爽膚水功能我就可以唔使自己去買一啲有 chemical 嘅爽膚水啦，我直接用純水就可以做到呢個功能。咁所以我除咗飲水之外，仲可以做護膚。哇，咁正嘅！又可以健康，又可以護膚，仲可以幫我慳埋錢，咁我都想買多部啊！而家聖誕節做緊優惠啊，買水素水機仲會送4688嘅超級靚紅酒，聽落幾吸引喎，仲可以買翻部俾屋企人做聖誕禮物添。但係我好易醉㗎噃，好易醉都唔緊要，我話埋俾你知啦。你呢部水機最鹼性功能，飲完酒之後用佢嚟解酒 ，very good。因為聖誕假好多人搶，所以數量有限。click 下呢條 link，即刻登記啦。講多個秘密俾你知，我冇 commission。